Hello，大家好。最近咧我就睇緊一本書，咁就叫做《西藏生死書》。OK，係啦。原本就想睇晒成本書之後，再拍條片講啲精要，分享翻出嚟嘅。但係咧而家就發現啦，因為我頭先睇到呢段嘅時候，我就睇到嗰個心情比較澎湃啲，若嗰個心總之係噗噗噗噗噗咁樣嘅感覺，咁就好想即時就分享呢一段。我估應該係對應到我而家嘅狀態，咁所以就先至想咁樣分享啦。咁我就先講少少，佢前面嗰度有一句説話，我哋自以為崇尚自由，但係一掂到我哋嘅習氣呢，就完全成為咗佢哋嘅奴隸。當然嗱，我哋係一定係自由嘅，即係我哋真係自由嘅，我哋本身就係自由嘅。但係我哋所認知到現在我啦，我先講我自己啦，即係唔能夠即係以偏概全咁樣嘅。但係我認知到我自己以為嘅自由呢，其實同真正嘅自由呢，仲係一段距離嘅。咁所以我而家係不斷學習緊啦。而當我哋注意到呢個自己一再咁跌入咗一個不斷重複的固定模式裏面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慢慢咁就跳出嚟，有所改變。而呢個所謂嘅習性或者習氣呢，其實就係講緊一個不斷重複嘅固定模式。咁佢入邊呢，就有一篇呢，就叫做引申咗一首詩，叫做《人生五章》。咁我就而家讀俾大家聽啦。我第一章，我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個心動，我掉了進去，我迷失了，我絕望了，這不是我的錯，費了好大的勁才爬出來。第二章，我走上同一條街，人行道上有一個心動，我假裝沒看到，還是掉了進去，我無法相信居然會掉在同樣的地方。但這不是我的錯，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爬出來。第三章，我走上同一條街，人行道上有一個心動，我看到他在哪裏，但還是掉了進去。這是一種習氣，我的眼睛張開着，我知道我在哪兒，這是我的錯，我立刻爬了出來。第四章，我走上同一條街，人行道上有一個心動，我繞道而過。第五章，我走上另一條街。完。呢度呢，好得意嘅，佢其實就係講緊嗰個洞，街上面嗰條洞呢，街上面嗰個心動呢，就係比喻緊我哋嘅習性，我哋嘅習氣。佢個比喻好生動嘅，就好似咧，我有陣時咧，你會見到有個小朋友，我甚至乎見過一啲老人家，即係帶住個孫或者外孫咁樣啦，跟住喺街上面行下咧，跟住個孫就跌低咗，跌低咗之後咧，我見到嘅係嗰個老人，即係嗰個嫲嫲或者係婆婆，佢就同嗰個孫仔講話，打地下，打地下，衰地下真係啊，搞到我乖孫跌咗咁樣。咁咧，我冇唔係恥笑，唔係嘲笑，我係覺得純粹真係覺得幾好笑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我哋其實有陣時就係不知不覺間咧，就會埋怨咗外在嘅嘢，而忘記咗其實係自己造成嗰件事嘅後果咯。嗰個因其實係自己度啊。咁呢個就係一啲錯誤嘅認知嚟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就會因為可能受教育啦、家庭嘅背景啦、各樣嘢啦，即係環境所受嘅影響啦、社會啦，你會不斷咁樣咧去累積一啲習慣、一啲習慣性嘅反應啦，形成咗一啲習氣啦，咁然後就會漸漸地忘記咗自己，然後就乜嘢都係向外，乜嘢都係會對外，好嘅嘢又會靠外面去顯現俾你睇。呢個係美好嘅。做到一啲好嘅事情就係靠外面嘅人去稱讚，
咁你先至知道哦，原來我做得好嘅，而唔係自覺地覺得自己就係做得好嘅，係需要外在一啲條件去賦予你肯定，你先至會覺得自己好。咁我呢一樣嘢就係都係一個習氣嚟嘅，都係一個習性嚟嘅。咁所以好嘅嘢你對外，自不然你壞嘅嘢都會對外。人做得唔好，人哋話你做得唔好，你就會哦係我做得唔好，而唔係心裏面自己去做一個自省，係自己做得好定做得唔好。咁呢個就漸漸地，我哋同自己嘅心咧就遠離咗啦。咁啊，扯遠咗，翻嚟先。咁我就見到，我都有睇完呢一篇之後咧，我個深深嘅感受喺邊度咧？就係其實佢有講到我哋因為呢本書係講緊生死啊嘛。佢就話其實我哋其實咧死亡同埋生同死咧，我哋其實每日都接觸嘅，因為一切都係無常。咁即使我哋見到海浪一拍過嚟，一起嗰下係一個生，拍咗落去完咗就係一個死。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生死嚟，已經經歷咗一個生死。咁我哋其實日常生活當中係不斷地去睇到生死喺我哋周邊發生嘅，包括你有好多嘅昆蟲啦，包括你見到啲植物啦、花草啦，你睇到佢哋都有嗰個生命嘅死亡同埋開始。咁我哋點解有咁多嘅死亡喺附近發生，喺自己身邊發生？點解唔去觀察？咁咪佢入邊就係話，你通過觀察死亡嘅時候呢，你就會產生一種，你漸漸會產生一種出離感嘅。咁呢個出離感呢，有陣時呢，你會開始發現，你就會開始覺察到，咦？呢樣嘢係咩嚟嘅呢？你會先有個疑問嘅。咁當你有個出離感之後呢，其實你就會發現自己越嚟越能夠準備放下一啲習氣嘅。咁最後你就能夠從習氣中解脫啦。呢段說話我好想分享嘅，你將產生一啲厭離感，既有憂傷，亦都有喜悅。憂傷嘅係你知道過去嘅方式竟然係一無是處，喜悅嘅係當你能夠放下習氣嘅時候，你嘅視野將會越嚟越廣。而呢種喜悅咧，係可以產生強大嘅新力量、信心同埋永恆嘅啟示，因為你再唔受習氣左右啦。而你係已經真正從舊嘅習氣中走出嚟，因為你已經能夠改變，而越嚟越自在啦。呢個自在咧，就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詞語嚟嘅，因為咧我最近呢段時間咧，我就喺度收集緊一個自在，我甚至乎真係買咗個咁樣嘅磁貼，睇唔睇到？磁貼呢個自在，OK， 不斷喺度提醒緊自己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要自在。咁我講到呢度，其實頭先嗰段說話呢，嗰個人生5章嗰度呢，佢有提到話第4章佢走上同一條街之後，佢見到個心動，佢懂得繞道而行啦。而第5章呢，佢就走上咗另外一條街，呢個就係一個選擇嚟嘅。咁佢就講到話我哋喺反省緊死亡呢個議題嘅時候呢，我哋其實就係會喺個內心深處做咗翻真正嘅改變，因為開始自省，並開始學習點樣去避免人行道上嘅心動，同埋如何去走上另外一條街。而我睇到呢度嘅時候，我而家就覺得我自己係處於緊呢個階段嘅，就係我喺度選擇，我而家喺度就係諗緊如何去走上去，如何去走上另外一條街。而甚至乎我仲喺度選擇緊，係究竟係走上另外一條街，定係繼續喺我而家呢條街嗰度行，只係用一個唔同嘅形式、唔同嘅方法去行呢條街。心動個窿係代表你嘅習氣，而首先你有覺察嘅時候，你就會注意到個窿。咁通常係會跌過落去，你先至會注意到個窿嘅。
咁當然你培養到一個高嘅覺察嘅時候呢，你就唔需要跌落去嘅。你培養咗高嘅覺察嘅時候，你就會注意到佢噶啦。咁我哋人生當中好多習氣呢，就係都係，既然係習氣嘅時候，即係你一定跌過落去噶啦。咁跌過落去之後，你就漸漸地有一種厭煩感，係我唔想再跌啦。跟住就會開始留意到點樣可以唔再跌落去呢？開始首先就係知道係自己嘅錯先，係自己嘅問題，係自己嘅責任所在，嗰個原因喺我自己度，所以我就會去注意翻佢。咁然後當你開始注意佢，覺察到呢個窿嘅存在嘅時候呢，你就會有唔同嘅方法。咁你可以每一次見到佢嘅時候，你就會行開啊嘛，你會繞道啊嘛。咁你一路行緊呢條路嘅時候，其實呢個習氣會不斷，即係呢個窿會不斷出現嘅，因為佢會當然係有一啲唔同嘅條件去引發出嚟，令到你會再遇到呢個窿嘅。咁每一次遇到呢個窿嘅時候，你注意到佢嘅情況會越嚟越多，直到你開始注意到，佢越嚟越細啦，佢點解好似越嚟越淺嘅？你每一次行過，你都見到佢嘅時候呢，佢甚至乎到最後係會消失嘅，佢唔會再出現，亦都唔會再諗到佢，因為你已經脫離咗呢個習氣啦。呢個係我後加嘅，唔係本書嗰度講啦。咁呢個係我自己一個感悟嚟嘅，而真係。就算你做唔到完全消失，即係嗰個窿做唔到完全消失，都已經係變成一個好淺好細嘅一個窿，你踩上去都唔怕啦。咁呢個就係我嘅今日嘅感受，想分享嘅俾大家啦，亦都係俾可能將來嘅我繼續提醒翻自己呢樣嘢，係啦，就咁多。